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大江新闻都开始，拢会甲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问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国位的国，读国国第4条。台语字典读国是读文音，读国的意思就是每一个，像讲每一个人，咱讲是国位，国位嘛有国地头的意思。另外每一种，咱会当讲是国奖，嘛会讲是国色。大家小少出去食饭，个人付个人的钱，咱讲食国一。这个鼻音读做国，意思就是互相无共，像讲各样都是形容无共款、有变化的情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各样，意思就是形容异种异样的状况。第二个词读做共爸各母，意思是共老爸无共老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虽讲因两个是共爸各母的兄弟，无带做伙，也毋过煞真亲。顶日阿兄身体各样，就是小弟来甲伊看才发现的，及时带阿兄去互医生看，化解危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国是读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国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